各位聽眾，歡迎有人來檳城福建的節目。這個禮拜我人會講幾個故事，請我人特別嘉賓起來參加我人幾個故事。這個禮拜我人的特別嘉賓是英國中，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阿昂，大家好，แล้วก็八卦，大家好，喲你成個驚啦咯八卦，แล้วก็喝酒 Hello， แล้วก็冇啊，ก็即係 lesson。大家好。lesson，你是唔是到底我係買厝嗰邊嘅好？吓，係咪錯？你是唔是到底我買厝嗰邊？我咪買。乜啦？哦，唔是你啊，唔是 lesson 啊，八你啊。講答案係你，答案就係出去唱開。是你買瓜咗？唔是話，唔是我會話，尷尬是你哦。唔是我叫我瞄我咪。 Hello，聽成個 obscene 半歌嘅呢。啊，冇嘢喎。Hello，個有個，我係聽到。有個咩？嗯，我冇了我都冇了冇啊。冇啊？ OK，冇了。等我後面是鬼唱開。過來啊，過來啊。佢哋到你買誒咗，啊，你講話啊，佢哋到你買邊啊？啊，是講我係世界聽到。我講我係死嘅聽啲啊。啊，唔知啊，然後哈，他那冇了嘛？當然個我，冇啊冇了。冇啊，我都冇啊。你是話買牌就不先下。可能咯。 OK，來，你咪見，咱講啊，當然佢個驚比鬼告訴佢驚，就是話買牌。我都冇啊。真係禮拜，我未知。你家人到底嚟講鬼告訴你事。這個禮拜會睇夾這個新招會講頭一擺嚟講鬼告訴是英國中歡迎嚟講，唔是講鬼告訴係驚 creepy 嘅告訴。驚嘅故事啦。你講啊，我同你講頭先啊，我無相信鬼嘅，我無驚鬼啊，係咪啊？安尼款嘅，我無 sensitive 啊，我想我驚講我安尼款啦。嚇特別我有一個淡薄驚嘅 episode 啦，長淡薄啦，你會使未？會使講。會使，我去大學時啊，差不多77年還是78年，你會記袂伊個檳城嘅 ferry 嘅橋拔到哦，是知嚇叫啊咪啊，迄個觀音嘅 festival 時，我唔知安怎講福建話啦，伊個觀音嘅，伊觀音，唔知觀音聲係是，伊唔知傾講咩觀音聲。觀音蛋，迄個年啊，觀音蛋，迄個年我放學嘅時熱天嘅時，我轉去馬來亞甲我係好朋友啦，伊是阿摩人來啦，了啦人迄個點勢時我帶去哥倫布甲我爹幹嘛，了人坐火車去檳城啦，要去帶甲我公甲我媽啦，嚇了人坐佇伊個火車嘅時啊，到不結麥大站嘅時啊，嚇伊個 conductor 落來。講互人聽，最要去檳城，嚇了人變手咯，哈變手啦，伊講袂去，伊叫跋倒，搞到人死。喲所以人講慘死咯，袂安怎過咯。所以人交替跋倒嗰陣時，我係你厝人冇驚啊？你厝人聽到你叫字，有啦，人想講人條本啊，
有无啦，不，我係以嚟用呢個 bridge 櫃嚟載我人對起啦。然後即係是 background 嘢啦。OK。一百個人佢嘅。等我問下啫，我 actually 我捌攏有請捌到人就死到條病啊。冇唔捌我啦。即係人死本啊，我係一個百個人較驚啦，我會記啦。我買朋友，伊到底喺邊，就伊是這個 ferry 嘅頂面嘅這個 terminal 佢哋 collapse 落嚟嘛。然後我買朋友，伊本是在邊單，你講只人咧，只做咧走去你唔知北新啊，就咪 supermarket 入邊去啊。我唔係北新伊講伊去入邊去係是聽到嘣聲離光，你看伊講只貴之去，喺邊時就聽到落落來啊。佢哋又可以入去講。你這人死都在咩事喎？啲頂邊嘅人拔到死，然後一跌不如車啊！啊！你說人一跌坐啲入邊啲車，唔知半行就跌就死咯。都啦，你這人，不即係是 background 嚟啦。你這人死啦，แล้ว我大個位阿莫教運啲當咗讀公平，大個位講咁啊，แล้ว我有一個哥做工啲 Miriam 嘅 hospital， 你知冇 Miriam 在是唔是講你 cancer home， 你啲jalan gajah 下邊嘅？對啊！伊人照我人bicycle 啦 ，bicycle 腳踏車啊，所以人搭腳踏車啲時間啦，然後一個妹啊，人想講啊，無人搭去白雲山，佢哋是 Mount Erskine 噶，嚇對，搭去嗰邊坐山看海，真正水咯。阿妹會看到伊個破嘅花啦，係咪啦？個河風啦，所以人搭去阿妹。無半人真正掂啊！人去較歪嘅房去，要去甲頂面較濟啊，甲會看到較好啦。所以人啲坐迄邊索薰啊，了講話了，無條啲有一個聲喺後邊，無遮見到人啦，較遠淡薄，人邊來去看，有。這個嘅花啊，有人點這個嘅花，四個啊五個嘅花啊，在啊冇啊，佢無過啊，冇咩？哦，無過年啊，未看到嘅啊，伊行喺邊前，伊這個你該看到嘅。哦，真正暗嘅樹啊，啊，那就是老酒。哦 ，sorry， 我哋幫酒，未記住 ，sorry。拍攝。昂老趙，嚟下你講，了，咱直看伊只個，會看有人條邊啊。你會知啊 ？because 伊行啲邊正伊只個是伊炸掉淡薄嚇。了前面個炸，了前面個無，了人就講，誒，出嚟你嚟咯。誒，暗了個有人起來拜啊，拜夜房啊，差不多12點了，知無？誒，話了，咱都無驚無蝦米啦，咱想講是人來拜房啦，嚇，咱直看，伊有我想3、4個人啲好邊啊，聽一時間夜房啊，用這個，咱啲唔知是蝦米來咯，特別你無驚。無驚即一個嘅，咱想講是人來嘛，所以我倒轉去厝嘅時，我去了早起時，我問我嘅媽啦，我講咱去嘛，見到邊阿妹有人點這個，個有擺物件嗰邊，了我看我嘅媽，我看伊目睭，伊看我就知道無對比。伊知有物件啦，特別伊咪講互我聽啦，伊講你免插伊人啦，安尼講啦，所以我都唔知半行，我都唔知。了我對去咱笑伊個腳踏車佇嘛，Miriam時我摕伊倒轉時，我問我係哥啦，了我係哥笑，伊講迄個人邊啊，啲
伊人口病土學教會，你知是咩無？唔知學教拖字啊？伊人土學教會是伊人，你特別去新鮮嘅幫，你知無？袂使用人死咕咕嘅幫，袂使特別新鮮嘅幫，伊個土梅淡過嘅啊。學教會唔是咧，教會咧係是比較是教嘅會，你吹一個愛教，你睇會死。Oh my god！你直啊了？你吹嘅會啊！你行伊回去嘅幫啊，伊幫特別新鮮嘅幫，伊頭毛特別淡嘅，然後你我唔知嘅 details 啦，你多伊個學教嘅會啊，去那邊伊個頭毛啊，然後你寫字啊，啲抓你貼伊抓一個字啦，字沙是 ，you know，你等啊。了，人講啊，你對學教係那邊啲同學時啊，你等住一字會起來，好你會飄啦，你去佚佗唔捌你冇一個咯。我去訂字啦。安尼。我看到人哎呀，介衰住嘅。喲，佢哋唔知個人做，佢哋咪叫即係都惡搞。所以幫是人死啲橋嘅幫嚟，知你只濟人嘅數。只濟人有個六七八幫，新嘅幫，巴魯加係那邊咧。巴魯加大啦，嗱，佢哋都有。你看呀，冇蝦米驚啦，冇鬼啦。我無相信佢。我相信，我唔是相信，我愛相信。愛對啦，我本愛相信。Because 你真正 intriguing 嘅啫 ，interesting。啦，特別我無驚鬼，我驚人較濟。你無驚鬼咩？你先講啦，你去到即位啦，暗嘅咧，你時你去行咧，喲，你係聽到聲，你未驚，你未想。你未？我冇驚，我驚人啦，我驚人來睇我。是人啊，你家己笑啊，咁了人着下面是人做嘅嘛，唔是鬼做嘅。特別你未驚講成鬼成個 mentally psychologically 做到成小嘢別啊，冇呀。OK， 嚟我叫白你叫阿昂講阿昂。我幫下試試，我古幫啲台灣讀冊嘅時候，然後我住伊宿舍嘛，and then 伊宿舍迄個叫咩啊？幫助迄個叫咩啊？站灣。無，伊一個鳥道啊，叫咩啊？你迄物件。對，你 urinal 啊，即係講。and then 我。尿桶。你有知啊？到學頭半暝咪困喺度 online 看戲拍嘅嘛。and then 有一站啦，我人半暝愛去幫助先吼，因為伊是一個corner咧彎入去嘛，在裏邊。所以應該是你彎入去，你大條是無去第一個、第二個，到你去第三個、第四個。and then 我friend 去幫助我幫半暝3-4點我幫。伊幫我伊無地水無因為我知迄個是巨型嘅，伊是愛家己掟咧水個落來嘅嘛。個沖水嚇。誒咧伊幫咗我，紅響邊個介咗流水。喲！伊邊個搶水個咧紅響搶？搶我，介咗紅響搶水咯。and then 唔是一直叫呢，幾後幾若叫我去幫助不相款。奇怪的，我每個台灣啲所介咗6個人我講，伊講。無拄過，特別啊！我每迄個 foreigner 搞拄過，我每澳門的我每往馬來西亞的哦，搞有拄過。Maybe 有可能喺台灣咪甲人講咧。我唔知，特別迄間宿舍是真久包嘅咯，and then 有幾若間房間吼，伊無互人住嘅，伊冚嘅鎖了嘅。我哋見戶頭佇外口。係啲虎硬講虎啊！喺度啲戶頭佇外口。買咯，你無鬼啊！成個英國中啊，若是講無鬼啊，我看到你我們感覺就 creepy 哦，幾啲呢？
惊是惊啦，你都免惊鬼诶，你若是有声就定着有 explanation 诶。特別那是無 explanation 咧，你就聲無看到人誒。毋是上甲講有鬼，無 explanation 是無 explanation 呀。古早誒人上講是蝦米天光嘛，伊人就無 explanation。特別那是講你讀迄個成日目睭會看到物件人誒，按照你 opinion， 你想啥物？你若是愛看到物件，你定是看到誒啦。所以你是講你心裡面愛看到，你就會看到啊。啦，你若是驚上濟，你嘛蝦米本。特別我咁捌看過喎，我咁捌看過喎，我個愛看，特別我咁捌看過喎。OK，等，我俾個講到會看到物件人咧，就是把你甲請來成個隊隊請起來咧，無就是到底來請來參我人會來攏歡迎。大家好。係歡迎來攏咧是我人嘅老鳥來啦，講幾個數誒，你有新嘅幾個數講知道。我講，但係你一個聽眾都聽到英國中，伊講伊無相信幾個啦。新嘅無啦，舊嘅就有咯。舊嘅係講話。舊嘅是跟我進 KL 讀冊嘅時間。然後就叫冰水厝咯。所以就見學堂好偏嘅厝嘛。然後就睡到加朋友 share room 啦。公司房公司房了，有一暝就你知暗暝就無人進厝誒嘛。了較濟是進學堂讀冊啊，甲是做物件安尼款，甲是去朋友誒厝誒嘛。了暗暝誒時間就去放尿咯。了我人誒厝真趣味，就是講對得緊一樓誒喎，緊 ground floor。了 kitchen 我愛過 kitchen 嘛。了有一暝就做做 homework 了拍 game 啊，你款就來去放尿咯。了就暗啊，你無開火咯，就去對了，你知啊？了出來誒時間聽到 kitchen 有聲無？了，啥物聲？敢若篤你看會聲嗎？了就去看咯，看好勢咯，看到一個查某咯，知啊？我人厝內無查某誒。看到一個查某夾緊菜刀夾邊篤。哎呀 ！My God，creepy！哎呦，等下。我無夾蝦米，我叻蝦米都無夾，就是夾條鎖匙直接出去皮出啦。了 the next day 我人就對我誒厝誒時間，了就就打電話互迄個蝦米 owner 咯，就伊有蝦米有。係咪發生過蝦米事？伊講無，伊硬講無咯。無了我人搬厝誒時間話，有一擺我人看伊誒 clock 啊，尾迄邊有物件掉緊嘛。去看好時都知蝦米物件。蝦米？伊一擺就好，伊迄邊搭一個壺。伊是真後尾一個紅光壺。有一個紅光壺，了伊是真是伊誒 owner 誒是真嗎？老是真。伊是會知有物件，特別無甲我人講咯。然後特別你看過呀？就冇讀吧？是你個大到 Google，before 你搬走時個大到 Google。我大阿伯一個禮拜啦。無講只久啦，你現時就要搬啦。特別我誒 friend 嗰幾邊徛咯，伊攏無看到咯，伊攏講。你講到這水厝有紅功夫吼，像我個幫伊宿舍，我知伊人有3人一間房的嘛，4人一間房。然後伊個面床啊是迄種像 double decker， 下骹是桌頂了，面頂是面床的嘛。然後所以伊個頂下面嘛，就會開起來下面咯。然後有一日我朋友就困了。我毋知伊發夢誒蝦米咯，伊踢到伊個頂個，伊啥有一個 rubber 冚掉伊面頂，咪互人弄着誒嘛。伊踢到伊個開起來嗰度，and then 伊咪買鎖到對咗伊個 screw 啊，咪買鎖到夾時，伊個鎖伊看到內邊有紙，你衝入去夾出來，紅功夫來，伊規間房間甲了搭掉本有。特別有你是。
有咧是，你實是捌講過啊？定得？嘛驚了啊了，伊人驚嘛了，伊人就講，因為伊去參咗台灣啲大，所以伊人講哦，日起來講愛去燒掉伊哦。哦。係咪？因為伊 roommate 有一個是 Christian 嚟，所以伊就講。想買樣款啦，所以伊人就 OK 啊，伊人本無要緊無燒安尼，就咪用夾個咧，夾個規間房間夾去燒咯，去房裡外口燒了以後，馬上規一站咧，伊人困哦，有風險扯起來，早起扯起來是，伊甲隔壁人哦換位去。哦，換出去嚇，名稱啊，換名稱。我困了。第一個名稱嘛，伊朋友到第二個，等伊人好像換回去，伊物件敢換回去，伊電腦後面物件換回去。喲，電腦冇換物件，佢哋 switch 搞去啊？冇啦，冇掉啲啱名，伊人 sleepwalking 啲啱名，冇掉啲。哪人就係 sleepwalk 咩 ？Coordinate sleepwalk harmony。哇！I看伊係個啲好物件個半。喂，早起車其實真係困啊笑。別啦。แล้ว伊人去 report 就在台灣伊人有蝦米叫咩啊？教官啊。啥？哦。我未曉講啊，啥教官你看戲，伊人有學堂內邊話咩教官啊？看啥伊人 military 嘅人嘅嘛。管理人，伊人去 report 咗report 了，就講我啊亂咯，因為我有兩個宿舍，一個是較新嘅，然後舊迄種是大埔甲查某參咗一個 building 嘅。哦。and then 伊人講 report 講係換房間係咪？แล้ว迄度無房間啊嘛貴咯，然後伊講 apply 去換先新嘅，伊 just 較貴嘅。哦。and then 伊人講亂個夾尾後，伊人換有通換咯，然後想甲佢 agree 啊 top up 淡薄類咯，甲佢換去新嘅迄個 building 哦。哦。and then 貴後啦，迄間房間啊，伊人收起來無人大。哦，教我，馬路我唔知啊，特別教我畢業迄年啊，都無人大。yang still ya barang tu ah. Jesu ah ciking pang, tapi kiri. Oh, tapi我感覺迄間宿舍只垃圾呀，因為啥我有查某嘅 schoolmate 吼，伊人講伊人不拄着咁款物件。哦。你等陣我咪問一個合照。嚇。你講下你幾個經驗？我幾個經驗啊？我這是冇看到伊幾個物件啦，特別 OK，我源頭講起，我是對馬來西亞的是，了我的爸爸媽嘅厝咧是換一個上加一個江邊啊，安尼就，了佢哋江咧好是出名上加。有人自殺啦，可能有聽過故事哈呐。了是人講真正垃圾嘅咯，係你講哦。了厝咧是按照講無講愛講近都無講愛只近啊，可能有行路5分鐘啊哈呐。所以了有一暝，了我困啊咯，了困了。大概2點幾3點啊，韓國成半暝啊呐，แล้ว唔知困啊，做咩事？成日抓咗啫哦，แล้ว咪是成個開目睭啊韓，แล้ว個棒棒啊韓嗰隻哦，แล้ว我房間咧是佢哋名稱嗬是香條藤啊啦，แล้ว名稱嘅就講啊 right hand side 就是正手邊就是門咯，了有一個 ceiling fan 咯，了我辦因為下晡嘅時咧，我是有拍衫，喺你唔記得厝門口嗰隻，了佢啊辦開目睭，了茫茫佢看無物件，了辦開啊時成個上條 ceiling 啊看到啊嗬，了看到有迄個衫嚇，就 hanger 啊嚇嗱。慢慢很背櫃嗰隻。嚇，到底厝內面啊，到底ceiling fan 係點去背㗎？對，了我一看到嘅時成講，可能家己想嘅是蝦米嘅啫。了就硬就愛開目睭，了有一開
開啊，嗬，你看了有影看到佢哋衫背啊背，穿過佢哋叫咩啊 wall 啊，壁壁，我睇咯，你佢我真驚咗啫。哈，你我講有影時我看到物件，乜有可能物件啱背過咯，嚇真正明咗啫。你喺你物件嗰時，你衫拍咗外口嘅啫，你唔可能你衫家己要背嘛對。了佢我真正驚，了佢我開會，了我開會了困個早起，我真正驚了佢時我甲我媽講。了佢是樣本點啊，然後可能樣啦，實講唔知啦，我唔知是樣知講可能喺你地方是有啊啲物件，個是安怎咯。了我是第一道看到啲物件，了我個真是無相信佢嘅。了你衫嗰啲個卡拍掉個？是啊。特別你看到人家飄過對你頂面。嚇。咦，奇怪。你還是幾歲？你講？無講個陣，估係可能是5年前啊咯。哦，最近啊啦。嚇，係咯。哦，但你細漢時都唔捌看講，係物件唔捌講。經驗嘅，你係物件。細漢嘅時有一個經驗，就是唔知是家己想嘅，個是安怎啦？嗰時嗰隻細漢嘅時，可能是小學啊嘅時啦。然後教我只是講是一個房間嘅。แล้วเขาจะเต้าเป็นสีสังไว้อีสีสังกัสีบกูอันเนี่ยจ้ะแล้วอีกูจะเอาไปสีสิแล้วอีตัวสังกัอุไรกวยว่างไงอุยแล้วคุณตัวไว้ปังเก่งอ๋อแล้วก็ตัวจะเลยไปอ่ะฮะน่ะแล้วอีสีอ่ะ應該是กวยอ่ะจีนหากวยสีไม่ใช่公司冇 respect sorry หากวยสีso貴先前兩禮拜，嗰時可能兩禮拜啊嗱，แล้ว有一暝嘛是，因為我甲我只困嘅時，特暝是有開條aircon困嘅咋，แล้ว我媽咧半暝就是冚起啊，伊驚講過頭冷嘅時安怎咯，แล้ว OK，แล้ววาง困落嚟 single bed 啦，แล้ว係你 single bed 是成個向條門，特別วาง困嘅時，วาง是。往個頭向條門啊，嚇！喏意思是講往無講一頭對條迄個門啊，困啊，困到邊啊，嚇！喏，你知我講咩啊？嚇！แล้ว困了，我嘛冚下講了，แล้ว真正熱，不是拄好真正熱，แล้ว個時候 suddenly 聽到我房間有一個 piano 嘅咯，แล้ว suddenly 有聽到個 piano 彈嘅就成啊，人比較拍 piano 嘅款嘅成個。咚，很慢慢彈喎。哦。嚇，แล้ว我是聽到了。住厝啦，入邊是女厝啊。嚇，是我爸爸買厝啦。哦。嚇，特別這個厝大媽係一間無相嘅啫，這是我嗰個5年前嘅事，我媽搬去別個厝了啦。哦。這是我細漢大嘅厝咯。แล้ว我聽到佢哋聲了，唔敢，我真係想喺邊頭過去看到啲啥物物件，特別我唔敢。驚，了過嘅時候，教我媽講起這個事嘅時咧，伊用語講有可能是講我姨轉來啦，個是安怎唔知啦，安咯有很相信，特別我是無看到啥物物件，我唔敢邊過去看咯，安咯。別人有聽到呢？我知伊唔知有聽到無，伊來說是有聽到了，不唔敢講啦，說是。應該是人講我未記嘅真久嘅事啊，即有正20年前嚇咯看。嚇咯，แล้ว個有一個就是。真係燒掉聲，我別人講嘅接落嚟。但係魯港嘅人是講你把你個參加完嘅，但係聽到我講幾個故事。แล้วก็อุตมะจุดก็ Candice กับจุด Adrian Hello ห่างกันกงตอนนี้ว่าจะบอกก็ตุยที่จะตามะแล้วก็จะจับตัวตุยไหนอ่ะภาษาตอนฟังนั้นตั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จุดทั้งหมดของจุดก็เราจะไป講句這裡นี่lesson Hello Don 我實都未記我了lesson 嚟講OK 啦，即是我古仔細漢時我本未記過去啊啦，是 happen 就是我嘅講冇歸先，然後我話
4個月5個月，可能我本未記啊。咱阿妹是有人泡個幣。哦，你聽到泡個幣先？嚇，泡個幣噔，可能。我記過嘛，第一名是我只聽到聲哦。then 我教我個群嘛 then 都唔會幫嘛。所以我諗冇人聽到咯。所以第一名 after that 我個講有聽到，但係冇去關。then 我只聽到咯，一般驚咯。then 第二名但我知道，但嗰度聲。then 伊是但是伊準12點嘅伊就但啊。伊但下你拗，拱啊！咦，你講你拗拱是你拗成頭姜，到啲拗入面跑呢？嚇，拍個邊度聲，像老人拍個邊，反正就有。你唔是聲，佢唔是佢個邊點咩？你嗱是聲人到厝會跑個邊嘅聲。啊，對。咱聽啲奇怪嘛，咱哇，這係咩聲嚟？這嘴。一嘴物件，最 plastic 可能。係咪佢就會講？是英國機啊，英國機啦。英國中啊。係你就會講。阿英國。唔是話，我冇嘴巴行。嚟你就會講。lesson。then 第3名咯，但個知道我嘛本聽到了，奇怪啊嘛，3月3名對但啊嘛，then 我個家去開會哦，伊停住誒哦，係咪停啫？停，我試下停去，哦，停去 ，then 停一嗬，咱冚會去困咯 ，then after 半點鐘翻，但個知道哦。個上嘅個蛋哦，奇怪咯，我唔是唔驚噃咯，我基本驚半去我人房間困咯。then 是咱第七幾時哦，我個去你講人嘅嗰邊嘅那邊嘅講係 was 啊，係你寫入物件啊，係咩？講係物件，講你 vase 看啊。係咪 vase 你花盆啊？花盆啊。我個寫得了係你花盆。阿妹是冇蛋嘅喎。哦，即係你是講係你講寫嘅寫花係花盆啊？冇啦，唔是我講嘅，是花盆上面。花盆是 vase。你寫得了乜？then next day 冇蛋嘅喎，阿妹是冇蛋嘅喎。哦，特別你花盆是都係嚟呢？是 actually 嗬，那邊是有幾隻嘅驚。哎呦！做這裡嘛？哦，驚嘅聲係啊！哦，你我奇怪啊，唔是兩三日就蛋下面歸來。哦，哎呀，特別啊，我看到鬼我個本來驚，是我看到你講咧，我個本來驚，我看到你真係驚，我其實死曉啊！特別我公司是，要我你 butterfly 嚟咗再哦。哎呦呀，我講我本下你講。我講before 一起時啊，到 hospital 啊，我諗看到隻 butterfly 咗再哦，隻 butterfly 到一邊一邊 then 啱好我愛對厝嘛，追厝食 breakfast 嘛 then 我爸拍嚟我講我係講貴姓咯 then 我喺厝有一個 butterfly 定飛嚟飛去喎，飛嚟頭頂大飛 then 第3日伊嘅係你貴姓嘅你啦，我人對擺時有對飛嚟飛去 butterfly 直接 butterfly 水 butterfly 嚟哦。哇，這啊，有影水哦。你是係咪出山還是出來還是幾時？第3日哦 ，the last day 哦。哦。伊來隻 butterfly 水哦。嚟講。有影是出山嘅，人講別是你水嘅 butterfly 咯。moth 啊。moth 咯。Oh my god！ 呀，講我聽，我跟你講，你聽我係故事，你講係咪是 moth？因為我講我媽本是有咯，有來咯，來真濟咯，兩三隻。我不想哦。
要未8塊幾安尼大隻咯。我講聽，我係唔是 butterfly 啊！我講聽我係馬斯是我係記，我係記真正病嘅就是，因為我教我媽講過，所以我細漢時我是冇咩曉啦，還是我不如講教會呢？我馬斯是，特別我係記講我人去出山時去一個傍嗰個Western Road 嗰邊嘅傍，唔是 Western Road，是 Western Road 啊嚇。Western Road 啊，呢個 Christian 嚟。哈對 Christian Cemetery， 講我去 Western Road 嘅傍位，到底嗰邊大嘛？伊 Western Road 嘅傍嘛是伊貴咗真貴一個。像一個橋，你看你有一個茶嘅，你facade呢，然後你直接去嗰邊伊 right hand side 咧，你去 right hand side 有一個迄幫迄個骨灰嘅一間厝嗰邊嘅，然後我媽就是喺度嗰邊，我嗰邊嘅，特別伊是喺托卡啦。然後我哋去細漢時我別曉嘛，我一記講嘅是人掂伊拖接去伊個刮茶位，伊刮茶落去啊時，人家數看落去啊時，嘅落去啊，把肚嘅你拖，佢去掂落去伊刮茶頂佢咯。然後我係叫我去咯，我去嘅時候我掂嘅時候我都只驚拔刀落去坑嘅時候，我係叫少少時，我就驚伊喺度灰灰，你看翹起啦。然後我一翹起時，我看到一個。moth 都知啊 ，moth 是唔是 butterfly 啊 ？moth 我別學叫我唔要叫咩？你有時呢度背接起伊個，成個糖可以特別背接起伊幫南邊你知啊？伊坑佢咋？一背接起我講即有時我就會記起度嘅糖，會記起來，你我都唔知做咩事 ，suddenly 我就。會記我無去想咩物件本，等我人對去厝嘅時，我頭一暝，唔是頭一暝頭七啊，我人有念經嘅啦，因為是 Christian， 我是頭一暝頭七時我有念經，然後我到念經後，我係媽啦，成講過身嘅時頭七是念經，然後我唔知個第七嘅時，我唔知個念經嘅話，你嘛四十九日嘅時候，然後我到頭七念經嘅時候，我到啲我係厝嘅位咗咋。有念經嘅有幫 candle 係咩嘅？念經呢個時候，我看到伊摸到背來，到底我厝啫，還是唔是到底望嘅啦？到底我厝當中半下嘅，然後我就相款嘅 moth 啊，相款嘅。我未記講有相款冇相款，特別對我嚟講摸是摸啦，我是閒事啦，所以我唔知講是相一款冇，特別伊是摸到掉是 chocolate brown 色嘅，伊是冇水，唔知道大嘢。到底嚟我講，我是我會記，the reason 我會記嘅時候，我講阿媽講阿媽來啊，阿媽來啊。你有冇咁話講阿媽嚟啊？阿媽嚟，我卡邊阿媽嚟？我講啦阿媽嚟，你媽就是阿媽嚟咯。我計講，我唔知 for some reason 我 link 嘢，我係媽你就我教我佢哋一隻貓先。然後真係這 culture associate 嘅 soul 個 moth 啊，唔知係咩事。哦，有咩？有人講是有影嘅是 because 伊甲 butterfly 有蝦米講起？伊會對阿你手到那邊阿你 butterfly 對起哦。對。咦，我唔知我冇聽過話到到呢玩你鬧啊！我個 because 我你係吹嘅，你係吹。哦 ，never find。Of course， 我細漢嘅時我講佢呢，係時我冇可能嘅就係講 moth relation 啦。Because 我是拄好啱我看到伊隻伊幫嘅坑嘅位啦，後來我是做頭前時我個看到伊 moth， 我個 relate 到係媽呢。人本講啊，人本講啊，人出山嘅時啊，執個嘅咩時，伊係對來嘅啊。係咪執個？哦，執個嘅咩？執個咩？出山過啊？執個咩？執個咩咧？係咧愛算嘅啦，看特可能袂講嘅。我冇想嘅，冇想人。我係當講我係當講一個，我真無按照講，對我家己嚟講，我真係 guilty 嘅啦。我係公司嘅時間，我個細個嘛，個未曉嘛。你 move 來嘅時間，我拍死 move 佢。Oh my god！係講，伊講可能成日講嚟啊，凊彩拍。哦，你細漢就是大漢咧，有時。細漢個我未知個。哦，我是。你講咧？哦，我未識拍 move 咯。I see。我唔知講，我成嗰時我其實嚟 experience， 我唔知講別人咩看到呢物件。有影嘅嘛，有影嘅。嗱，老王講袂使拍嘅，伊看到伊都免去插伊，伊飛來飛去嘅。哦。伊講來看咯。
哈咪叫蜘蛛叫，我是講好我拍死佢。你講嚟看，你冇看住我喺度拍意思了，係哦。八卦嚟講啊。這個是我媽喺 hospital 嘅時。哦，得一間，都管處，你嘛到都管處嘅。Australia 係 Australia。嚇。所以就我只講伊迄一時，所以我只就看啊，後尾上路買食物件，攞物件來了。伊講對面有人看到我。喲，買得啦，買。伊講對面有人上吊伊，我只就看，伊迄個房間就是4個人住的。伊我媽在隔壁迄個，伊是差不多愛去了誒。對面兩個就 no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本是無好誒，係咪啦？所以講買對面迄個有一個囡仔，有一個人，即有3個人徛喺邊上吊伊。我只就看去對面，都無人啊！伊講伊人直直上吊啊！แล้ว我只就看去對面，我問伊，你食你物件我問了，我只講你人來做人我問下，開食飯。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嘛就慢慢食啦。你講到對，你講下無了安尼款咯。吉利。But 我唔知講是唔是較直是老人。我媽不是安尼款，伊人差不多要到迄個點聲誒時，伊人上個是會看到物件。特別咱唔知講是到底是只正是鬼，還是伊個頭腦內面成 hallucinate 啦。特別我媽會點聲不講哦。你媽咪是聽人講是？我媽會點聲不講。就是講？就即人講是藥，一人食真濟藥嘛。特別我講我會講無隻藥喎。伊本我會阿姨啊，伊講我唔知甲住，伊講成甲伊個死去咧人講，我係啊，伊講伊等者伊會來啊，係咪啊？特別我明白有咧，因為咱有可能咱頭腦有當時是。你在你被像我當時發燒啊，什麼 hallucinate 時，有可能你被死時，有可能本身啊，亂想啊時 ，maybe 你 old memory 啊，你舊嘅定到嘅人，就咩些人 maybe 都對難看啦。人老嘅時嘅血嘅 circulation 較無呢好，แล้ว你會看到我捌看到真正濟老人，我捌看到真正濟人死，咁แล้ว你人嘛想，แล้ว老แล้ว被我過嘅時，伊個血怎講啊？被 circulate 嘅安尼好啊！伊個頭無夠 oxygen， 伊會看到物件，會聽到物件本。แล้ว較濟是伊個老嘅 memory， 哈，對，老嘅 memory 出來，แล้ว伊會看到。伊個家己嘅爹，伊個家己嘅公，咁了死嘅劇定，咁了伊會看到嘅。看到真係濟刀啦。你無來路啦。你英國中啊，你是啥？你說你個想看人死時，你會感覺到無啥感覺到係自己鬼啦，係咪嘅無？無啦，我想一項物件啦，我想做 set 互伊個劇定啦，安尼款嘅物件。你是老官啊？你是老官啊？我是做老官啊。我無想別項嘢啦。你有邊啊？人過嘅時啊，是真正 unique， 真正 special 嘅點聲。你rasa 成個。一個哎呀，我唔贊助講，我無伊個福建話。阿毛講，用阿毛講。像個一個 honor。哦，就 honor。person， 你做迄人是互迄人袂聽、袂驚、袂蝦米啦，互迄人跪好好。鬥下手嘅人可以安行跪去，即後尾一段嘅，即咱生命後尾一段嘅點先。對。老官未講冇夾佢特別，我係老官嘅朋友，每時看到佢特別拍 saxophone 咧，真啊！我係被我好似係老官啊嘛，伊是。我小伊睇伊嘅家己嘅藥小姐啦。呀，無，伊特啲我係車定到係讀 med school 嘅時候，now 係 plastic surgeon 啊，伊特啲伊嘅車係拍 saxophone 咧，我講佢就打拍 saxophone 咧，好特別 practice 就一點鐘嘅，直到。
幾日混正就對嚟，我講真係快，你看無啦，其實無笑，那是鬼，是個我講一百單為一定你鬼來插落你，到底車，伊看到，伊小弟嘅，伊冇看到，我講，我哪能看到特別問我講就對啦，我靠咪緊問出嚟面問我講，你一個有咧。冇有啲話爹講是對啦，我冇 sensitive， 我未拉沙未。對，有可能你 totally 冇 open that door 你知啊？冇啦，我家己嘅 partner 是我直直被單一對來催我，都冇對來。特別冇，你唔是講安尼看笑誒？好啦，我知啦，特別。你 desperate 嘅時，你想阿咪咪咕咕你。是，特別冇，I think 有 certain thing 你 open up 誒迄個，我聽到嘅是嚇，特別我唔知我接落來咩事，你接落來是很多冇見過嘢啊。我本地冇見過嘢啦。接落來我冇見啊。嚟，等我問問啊，即係阿蕉嚟，阿蕉歡迎阿蕉。Hello，聽到，阿蕉你咪講講未？哦，我隻 story 是我 friend 嘅 story 嚟，如果我意思同我講啦，我聽啦，就講夾夾未夠等啦。講。哦，又見等又見。OK，依多屌個等。sorry。講。依最近你講伊把做啲都滾出，入到滾出。然後你看病未好，有風險真嚴重。後面舊年年尾就 start 起了，然後伊就你行咁一隨我講話咯，一個講問我相信你定啊，啷叫咩啊？問米是咩啊？梅比啊，看榜。近榜咯，我講 OK 啊，就係我睇佢就借你開。你是講近榜？等陣我每個是想哦，近榜就是每問米唔是近榜咩？成日叫你請幾死個人起來嘛？是叫近榜咩？問米唔是叫請幾個人起來？是咩？請死個人起來啊，是叫是請幾個是問米叫死個人，叫死個人咪是近榜咯。哦，我叫我叫近榜啊！我是講伊嘅 function 差不多誒，但係冇想叫法咧。哦，冇想叫法，一個叫 B， 一個叫主 B。近榜下แล้ว講近榜。對，然後所以伊 mention 咯，伊講伊古早伊嘛是早咩幾年前是 cancer 死嘅啦。OK， 但係佢行響教我講，伊嘛是安怎死嘅？意思講，伊嘛古早是有一幫嘅小不掉佢 cancer。了佢後是好，I mean 伊嘛是一個真啊 optimistic 嘅人，了佢後是。叫咩名？啊？對呀 ，hello。對呀。喂 ，hello。冇嘢。我個字啊。OK，來，等我冇聲氣啫。我個啲啊，來。我個啲，有啲個講嚇。你剛才講是咩事啊 ？OK，然後128是一個真playboy 嚟。哦。有個好似一個 friend 嚟。嚇。嘛真啊，一條輪條你看啦。OK，然後都可以了伊。你幾年前嘅時，128咧 ，hello， 係講，該亂嘅，沒關係。128就出來嘛去拍 botox， 拍 botox 啊，拍咗咪變 botox 啊？哦，一變嚇，了，OK。如果128講你拍了水啊，小病個水咁樣，然後伊媽媽聽128話去做咯，即係做了好，已經是幾禮拜呢好，伊 cancer 都轉來。哦，伊媽 cancer 轉來。伊媽，而家是伊botox是好類，唔知是類身軀內邊嘅 cell 細胞成個夾挖，呢個成個一直可以的話，像我唔知啦。我當時就讀係咩？等陣我只老官啊，老官，咱梅咧老官，英國中。別啦，botox 是一個muscle relaxation 了啦，伊被做可以平到對來嘅啦。伊袂是從伊面較正啊，你看會較樣咩？看起來聽講是安尼啦。
佢哋是白行啦，一拍一針啲嘢邊，出來嘢邊嚟捧起來。哦，特別係你講你就會講冇得先係了。嗰你唔是 Botox 吧？總之是成水啊！個紅險成個細胞派了嘅細胞，佢在藥啊，成個挖到斷去。但紅險冇幾個錢啊，就死去咗喎。哦，了。OK，哎呀，這 story 個減個長淡薄。OK，死去咗咯。了，你看到了伊爸爸如果另外一個 girlfriend 咯。OK， 了就表示帶對來厝為大，解做一個白大了。伊嘛死就估一個頭先嚟。嚇？伊嘛死就。冇伊嘛死幾年咧？是講見過新嘅 girlfriend，是係咪變翻啦？常啲有 girlfriend 咧。特別你死期咧是你朋友麻啦。啊，因為伊麻嚟，所以爸最近就是啲成個紅險看病，有一個愛搬吊行嘅款，一入到群處咯。然後伊嘛，伊成個啲看病未好啫。然後啲成個成好了，個再正嚴重，個再成啦。然後。所以人嘛叫伊去無路去問人講咯，去問看者咯。伊嘛去一個廟嗰邊，伊師傅是會曉成個，你看伊個名，人講嘅八字，八字，看伊八字嘛，對，八字啦，然後講咯，你爸嘅呢款呢是你媽做嘅。哦，喲。Because 佢話辦理波 ，because 佢辦理波，唔是伊嘛成個去了，佢未無安啊。哦，去了無安住，但面是講伊是感覺啲唔知是唔是，伊成個是伊爸害到伊死嘅款。伊死個成個無解冤枉嘅款啊。哦。講朋友們傳掉咯。咁嘛講。冇啲什麼叫伊嘛幫過伊爸嘅，背白背你看啊，講就伊啲白背哦，伊白背唔是未賣，佢叫阿名唔是。哦，一隻開冚嘅咧嚇，你伊條條是上嘅咯，你講開冚還是講 yes 嘛啲？伊啲上啲開冚嘅咧啦，冇賣講係啦。你師傅就講咯，師傅就講伊師傅就講你嘛把字考掉，講未辦過，賣辦過。啊，伊講你嘛個叫菩薩講未使辦過你爸。有，你當 even 當見咩當見乜咗？當佢少冇辦法。啊，未耍過。有。然後。伊爸住啲 ICU 嘛，然後但是成個伊入去看伊是。伊做對迄個群處時，伊成個伊爸早起是有較精神嚟講，精神等下愛精神嘅時候，我直接甲我 friend 講，甲伊囝講，你嘛特名來催我。係面層即等於就帶啲妹頭整嘅。記我睇啲門準嘅。等講你你講呢個sorry，佢就會講。哦，因為到對佢每一師傅哦，師傅們講你嘛個啲來催伊個。哦。伊無解師傅講伊嘛 already 特名嚟，伊爸 already 特名看到伊嘛。哦。我個一個，我是講嗰啲梅嗰啲近網嘅啦，如果我唔使講喎，我就點解未講講過啦？近網嘅。伊講anyway， 伊白如我成個我陣時都掉Skype 都掉伊梅人再講伊八關在事。上嘅咧，阿妹就發燒，一早起都冇數，都根本未數。一直叫伊講冇病，我就叫伊爸念經。你以前嘅話，伊邊成被幫被起嘅話呐，即係叫怨氣啊！你伊講actually 是可能是伊媽是為了買互伊爸拖累着伊，可能伊媽就係講或者真個伊講伊媽是真好嘅人嘅喎，伊是可能是買互伊爸直拖掉伊，可能伊 already predict 到
八招可能夠別項嘅事會發生嘅事，所以特別要揣八招。哦，你是講伊成一個月揣個一查某女安尼地步是吼？你是講伊感覺到伊或者伊爸係留伊囝咧款。是講是為了要保護伊個驚伊爸拖伊落水嘅時候，咪物件咧是會比如有保護嘅事會發生。有時候就講兩度滾出咧，款特特咩嚟到端嚟隨意咧款。記哩，就是喲，我講到你問買嚇看榜啊，其實我要看啊，我就是捌看過千百看過人看榜。我看過。嚇，就是你？日本嘅捌看過，捌看過。細漢時我係講嘅，點細漢時？啊，你講下。我本未記啊，我再講我看過。你驚？細漢啊，未曉啦，真細漢嘅啦。本冇咩 memory 啊。我啲厝嘅時候，即係啲硬講經。去一個人嘅厝嘅啦，一個老姨，成日看戲嚇咯，老姨坐啲桌頂啊。轉轉嚇咯，了。我會記，我嘅 memory 是會記較正啦。了梅我係講物件，成我係出來，我係歌啊，樣嘅啦梅路幾個囝啦，咪了對是我會記是講。我係個人講咧就無準嘅。特別 sorry 我嗰邊冇，咁是看榜。看榜是成日講你叫樣隻有隻 medium 嚇，伊叫你死去咧。是不是叫 psychic 啊？有啲實得成個 psychic 嚇，特別伊個冇咧成個 psychic 是伊成 go through 樣啊，伊 explain 下你聽咧。特別即係是到 sometimes 伊會起來啊看榜啊，伊會成個接伊線嘅咧就。伊隻 medium 可以起來，然後個 trans 呢？trans 對，你講話即個八卦，你講，你會經驗。我迄一時我10歲呢。嚇！我對我媽去，迄一時我嘅姊就是過身了。嚇！所以迄一時12歲，所以我媽自己找。伊是我迄個觀音頂邊啊，迄邊有一列嘅真一舊嘅厝。我知。迄邊了，伊人講because伊是較細漢嘛，我知了，伊就要叫較細漢過，伊會會使叫伊起來嘛。袂使講大人袂使。所以就要我就要去嘅。所以迄個有一個真正老嘅查某大邊咧，有一個女，伊用一個白嘅布冚條，了伊有米係邊仔嘅位。然後咧，伊三咧嚇，了伊講啥物名個了，特別叫咧，叫我坐啲邊仔，你講我係一時都。在淡薄唔知啥物事啦，所以去邊咧伊直叫咧，伊手成日看戲，你看到頂叫伊名，叫伊起來咧，後尾你就看伊規身軀做，然後咧伊起來咧，我嘛就甲伊講話咯，แล้ว我是會記間嘅款呀。特別你聲有變咯。無變只伊聲，無變嘅老人嘅聲下對，特別我問你還是其實特別有一個囡仔甲伊個來，曉你是講？伊是講我甲會大迄邊，because 我細漢過我知嘛。伊你叫一個較大漢過，伊甲了會 whole funeral，甲了特別我做嘅，袂使別人做。我是。了，淡仔就講嚇。無啦，我自己記間嘅呢。我是會問話啦，即看榜物件是講，其實愛想要去做本會使，是講迄個人死啊一站嘅點聲內邊，你無家己看榜嘅啊，我本無清楚。你是講咪其實本身？我是講即人啊，其實我係叫我細漢時，我係講死無久了我大了我家己看榜嘅。然後我意思是問啦，其實講明仔載我要去看榜，找到啲我講唔知會邊。應該是嚇。嗱，伊無限。但係呢個可能應該是淘汰啊，上面咧。maybe 啦。OK。但我唔知啦，每個人直接在講特別有 certain period 嘅 expire 我去掉是早過身嘅時間就未咯 ，because 伊個愛對來一個真濟事愛做嘛。特別我講聽我嘅經驗啦嚇，就是我係講嘅，我係講過先，
我講貴先，right people it will speak the language. 哦，伊講 but come on if you get the right people， 一人講鬥嘅講 it will speak the language he or she normally speak。對，我會講是，我姨，因為我講嚇，我講等陣問。I message 我，你講你嘛？我嘛到底即個在你嘛有你看你 experience 嘛？我嘛有啥咪？你看你 experience 啊？有幾 experience 啊？嚇，冇喎 ，maybe 冇甲我講。特別我講聽有，唔知我冇玫瑰知道來時候玫，特別我講聽我講嘅時候咪，我講嘅是因為我講時是 Christian 嚟，伊特別伊較早嘅時伊是別人講啦，但伊較早過伊老咧時是有對方去做啥，變做有只baptize 變做 Christian 去啦。然後我人伊樣梅嗰啲白樣梅，我講嘅是樣梅看，伊是當人第幾日出世，然後還未節死，了伊個講伊嘅伊個梅看嚇，伊有幾個囝，不是，伊無啊，我姨我冇咩記啊，特別我姨甲我講嘅事啦，我姨就我想啦，就我會記嘅事，我姨講嘅事，伊講伊有梅嘅咋，伊成日是肯看網嘅人咋無哈？咩聲啊？唔知咩聲啊？就是叮當，就是叮當，然後係呀，就來的嘛。Okay, damn. Okay, now don't move everyone. Let's see. 我就伊就講伊就去找你看冇，唔知是唔是搭一間我未記啊啦，特別伊只是上個喺隻古厝啊，然後咧伊唔知鋪底喺邊流出啊，喺咧位咋，伊個唔是人講經嚟，是上個隻阿婆喺咧，然後暗嘅就係去嘅時，然後我伊就講伊就妹看，伊是名係咩名，伊名，然後是伊幾號生日，哈，然後是伊就走，伊就去找嘅咋，伊成日就 search 嚟看 spotlight 嘅咋。伊就去找，伊就講伊這是唔是有兩個後生，有五個查某安尼款呢？了，我嘅伊講唔是，你後尾找到講下，即有四個查某一個客囝，伊個講然後就，你講對啊，了伊個對嘅時候，伊找真正久就我講聽，因為伊找無啊，你伊問個安怎會找無？伊是唔是拜佛還是拜人講嘅？人講。伊講伊是紅教嘅，是紅教啊！伊講哦，伊講去白位吹，咋？不過去白位吹，伊去白位吹。你係時候，伊白位吹，伊起來嘅時候，伊就做你知人 Catholic 是做你 sign of the cross 嗰啲辛苦嘅啊！你就到啲頭殼咧點住佢成個頭咧，刀柄就柄咱點你就，我就話講咩紅教啦。特別伊部妹係咩紅教，一直頭實對嗰啲做咧，做咧後，伊就來啊就，我姨講伊就看女啊就女啊，我姨就記冇本嘅啦，特別伊就老個隻刺激上玩嘅啦，個眼妹個驚啦，咧伊就看女啊，伊講伊是看女是啥物啊？伊就來啊，伊就做伊嘅 sign 啊，看下拍伊嘅 the way of the cross， I mean sign of the cross 伊就哭起來了就，我係講特擺伊無謝，我係講伊無想接到卡出去，伊特擺哭了嘅就。你就老人哭了，然後呢，伊腳踏有，然後翹起來，然後成人隻白，然後呢哭了。伊老雜寶紅下面就起來嘅時候，伊老雜寶哭起來就啲講，因為我成日愛講呢，你知哦。然後伊嘅 mannerism 啊，伊歪特別我講歪一邊樣幾格國，講格國歪一邊，伊歪上一邊就，我伊就殺驚就係。然後你伊就殺講話咯，伊就講話時伊條就翹來就哦。伊成個我講嘅條就翹咋，我講是條就人嚟，特別啲人唔知喎。伊本地唔捌都會講嘅。伊唔捌我講嘅，唔知就去吹來鋪底人嘅店厝嗰邊，人鋪底嘅朋友介紹嘅，伊唔知我講。唔捌也是有教人講俾伊聽。唔捌我到底你無 relationship 到伊人嘅。唔呀。then 伊起來有 maybe 有我唔知啦 ，maybe 有人別人甲人講我唔知，特別有我人 directly 是無 relationship 對伊啊。嚇咧，所以伊起來個講只物件，我無咩記 detail，特別我記只 detail 就是講你講伊真正暑假伊嘅花，伊講伊喺邊看到只花只水，甲人講。伊是 directly address 我嘅伊嘅，教我伊咧一頭講嘅，伊成日整下當面嚟香港咯。
我伊講伊有直直轉，我伊驚直直轉。你有時講過啊，好特別自己真正靈嘅，可能伊物件，唔是伊講嘅物件是伊借款啊，伊講話橋啊，伊就橋啊出來，看下條話伊咯。就叫我唔知，我別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啦 ，because 我自己冇錢包看到，所以我唔知啊。但是講安尼看嘅時候，我就是看到在吉利就是 because 伊類看到你係你死去咧人會款啊，特別啊尾時我買人講最好是買去梅園下物件，人講看到你零嘅時候要去梅你咋？誒我嘛講最好是買啦，講伊講人 Christian 袂叫人成個可能你死去咧人 rest in peace 啊，買去插落樣嘅數啦咩啊，所以要幫伊去可能，有時候冇去梅園可能，特別係吉利哦。投機，啊！你兩個投機，我教佢啊！你成講佢，我教佢啊，我諗佢，我見有地有機吧？你那是上線你看你物件，你那是上線你看你物件，你去要講話甲伊個 spirit， 我話你安怎知是你嚟決定嘅人？你安怎知啊？是別人個別你 spirit 嚟，對，就是安怎嚟知？即係我同你講你唔嘅，我叫我細陣時，我甲我爸講過清明時啦，我甲我爸講，我爸咪講咪上線鬼迄物件嘛，我講唔知啊，我唔捌講正去看過嚇呐，咧無講人上線咧，我甲我爸講，阿鬼都死時，你變鬼都點解甲我講者咯？我爸咪講唔 OK， 好。冇，即個你三位做咩事有即個頭切？係咪頭切？做咩事人講人死第七日就對來呢？唔知，我唔知。啊，有人講你看啦，我係講過時10個嘅咩時，我係媽後面聽到我係講叫伊啊。了狗本背啊，無掉啲背，無帶無數去背，背本無上嘅伊個相款嘅背啊，背上個安怎？哦，即係半臉啊！哦，好啊呢，好咧呢，嚟來啊！伊本地無做呢，看啲物件誒，我係媽講我人聽。哦，我唔知要笑係咪本。係啦。第一樣是笑我係講對來啦，對來去厝。地波嘢到啦。你係啦，特別OK， 其實乜個直接冇講到個下整，人家講啊，日本嘅。你放這個 episode 應該是清明嘅條先嚇。不，I think 佢一定清明，當劍清明唔是啊？啊，當然清明嗎？當然清明，冇即係攰啊，清明已經攰啊。幫嘅事已經過咗啦。啊，好啦，然後個咧就講啊，即係兩個咱嘅報告下咧，咱嘅特別嘅邊是住啦，然後咧老椒阿椒咯，即個老椒嚟浪啦，個有叻聲白瓜阿昂加。英國中，然後大媽個你走去了即個河照走去啊。OK， 感謝啦，下禮拜那個再見過啦。但是講到別人講鬼嘅故事，還是聽到朋友講鬼故事真正趣味真好聽。你你使到對嚟教我講啊，但是要參網嘅錄音，你使對網嘅招本來學見twitter.com/本來學見，還是 twitter.com/johnong 啊，平時我都會報告，冇去面冊為 Facebook 會使對網，冇去 facebook.com/本來學見，每最對網嘅面冊，大邊 announce，按照我被 announce 下最近 event 嘅想冇不堅持嘅話 event 學鬼跳叻係。知啊嘢 event， 我想是 next week 是你播緊上個陣，不要看過你 week 哦，你想是 next week 哦，啊，我對看嘛，是冇 announce 啊 ，because 我就是 announce 禮拜嘅嘛，哈，所以到底 Facebook 時候直頭冇 announce 嘅，我有 announce，我有 create 個 Facebook event 都在哦，特別冇看到佢喎，冇嘢，奇怪，我冇看到喎 ，maybe 我 miss 掉佢 something。
哦。Anyway，下禮拜嗰啲嚟參加人新嘅話題，แล้วก็有特啲一個節擺講幾個數，哇！呢你這人去，我是唔是你錄講未開？按照我16人聽 live 嘅。16人我同佢。16人聽 live 啊？個26人但我較濟個，但我10幾人。You stream 有16人，特別你我嘅即係17人，當然我係自己另外一個 server 跟住 audio 呢呀。你 Mac 你 iTunes iTunes 就17人啊，哇！你知啦。OK， 感謝下禮拜過嚟再見佢家各位聽眾家人講再見，拜拜。拜拜。拜拜。